俺这点嘛，这。扎西的嘞。哦，这啥人在这？那个女生应该是。我今晚家也在直播，快2000人了，我这快22个人了。没有，1400。王中多少个人？王中现在1400多个人。对，我旁边是我老婆。看来我这个各位晚上好。旁边的意思就不是说后面跟旁边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是我们玉树希望之家的创始人，特别厉害的一个人。20几个人，大家都没话说了，是吧？那我就给你们直播那个德基老爷现场吃饭嘛，啊！家人们、朋友们，这个家人们点下面的红心啊！我吃的这个同款就在下面啊！你看这个现在颜色各方面都特别好。我们都吃，八旺他说不吃，老爷还有一个朋友，阿山和八旺说不吃，我们3个人吃。你看一下 ，Ladies 今天那个第一次直播里，第一次直播，然后生疏了。你好。